继续来看新竹市双排发言人林志杰，2月17号公布一段录音档，是一个自称是郑正俭的前助理，伊来指控着郑正俭长期收中国的政治现金，而且泄露着政府的资讯予中国的国台办。这国民党的立委郑正俭今仔日开记者会来否认，嘛到台北地检署来提告，告这个林志杰违反选罢法，甲加重诽谤、甲变造文书。国民党的立委郑正俭亲身告北检，持新告零，提告新竹市双排发言人林志杰。因为林志杰顶礼拜二开记者会，公布一个自称是郑正俭办公室前助理亚了解引动，指控郑正俭涉犯政治现金法、甲国家安全法。他还会把一些就是政府相关的档案传给一个叫做什么国台办。亚了解指控指数年郑正俭选入会甲做立委的期间，长期收中国的政治现金，而且漏泄政府资讯予中国的国台办，就是由这个亚了解负责传消息。亚了解佮讲，郑正俭若铺报助理费、侵占竞选的经费，甚至无替助理保留健保，佮叫保镖甲员警去驶公务车陪伊走行程。林志杰顶礼拜五向高检署告发，检警也已经将郑正俭列入被告侦办。有关于所谓的发什么国内的机密资料给国台办，完全是无中生有的事情哈。那我们也从来都没有受过来自于中共的一个资助。那么针对所有政治现金的一个收支，我们也完全依法的一个据实的登载哈。郑正俭第一时间无承认中资介入选举，甲漏泄秘密，更加被反告林志杰加重诽谤，甲违反选罢法，以及提变音的录音作为证本，有变造文书的嫌疑。在公开的场合，我们没有办法让揭弊者出现，或者是使用他原本的声音，那这个完全没有说要去这个变造的意图。所以重点是郑委员手机在你手上，你如果要自清，你只要出示你的微信聊天记录就好了。所有的证据我们都会在法庭上面提问。要证明家己的清白，郑正俭嘛将会和亚了解拍官司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